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係 Professor Papa。最近有好多觀眾咧都提議我喺 Deep Web 入邊去揾一啲關於外星人嘅文件啊，所以咧我就喺呢一方面做一啲資料搜集，而我的確係有所發現噶。至於你問我信唔信外星生物呢，我可以話俾你哋聽，喺數學同埋物理嘅角度嚟講，佢哋唔單止存在，而且仲唔止一次嚟過地球添。美國著名嘅物理學家 Enrico Fermi 曾經就外星人係咪嚟過地球呢個問題進行計算，佢非常擅長於透過有限嘅數值同埋信息，去到一個問題嘅答案作出估計。而其中一個最著名嘅例子就係喺1945年原子彈啱啱面世嗰陣，佢喺試爆嘅現場附近突然向天空掉咗一紮紙碎，然之後根據紙碎飄出嘅距離計算出核爆炸嘅當量。而根據佢計算，外星人係曾經到過地球好多次嘅。咁究竟人類係咪已經接觸咗外星生物呢？我哋不如睇下呢啲文件可唔可以解答到呢個問題啦。咁我揾到嘅呢一份文件嘅名呢，就叫做51區嘅基礎指南啊。可能有啲觀眾唔知咩叫51區啦，其實佢係一個喺美國內華達州嘅軍事基地嚟噶。有好多人都相信呢個基地係同外星生物或者外星科技有關噶。咁我哋仲可以見到啊，喺呢個文件嘅封面上邊呢，係聲稱咧，佢記載咗內華達州第375區，亦即係呢個軍事基地嘅所在地嘅詳細記錄噶。文件嘅第一頁咧就寫住你要對自己負責啊，因為咧個作者就寫話，佢雖然係盡量確保咗呢份文件入邊記載嘅內容係正確嘅，但係如果你因為呢份文件而出咗咩事，個作者係唔會負責噶。跟住就係呢份文件嘅簡介啦。咁作者亦都話咧，呢份文件有一個好異常嘅存在嚟噶，佢係反映咗作者調查51區嘅一段時間，包括咗佢收集呢啲區域嘅地理資料。佢入邊亦都有講話51區附近咧係有好多關於 UFO 啊、外星人嗰啲留言嘅。咁呢啲我哋都可以飛咗唔睇啦。然之後第二頁咧就係特別用黃色指印嘅一個警告嚟噶，佢寫住嘅警告咧就有3樣嘢。第一就係叫人唔可以入一啲封鎖咗嘅區域，如果唔係你就會俾人拘捕噶啦。第二呢，就係叫啲去51區嘅人唔好揸車上一啲粗糙嘅路面上面啦，如果唔係你架車呢可能會半路死火噶。第三就係叫人為一個沙漠嘅極端氣候做好準備啦。喺文件入邊，佢係好詳細咁樣介紹咗喺51區附近出沒嘅飛行物體啊。其中有一部分係疑似軍方秘密研製嘅兵器，例如我哋喺畫面上見到嘅呢個三角形，佢個名叫做曙光女神偵察機。喺90年代初，係有好多住喺51區附近嘅居民聽到個天度傳嚟帶個行雷聲嘅巨響，呢啲巨響都可以好合理咁樣解釋為某種飛行器突破音速嗰陣時產生嘅音爆。就算美國空軍不停咁樣否認佢嘅存在，當地嘅居民亦都一再目擊到曙光女神嘅痕跡。因為當曙光女神飛過嘅時候，往往會留低一條好闊嘅尾煙，甚至有人目擊到有藍色嘅火焰喺個天空度用難以想象嘅速度飛過。呢啲都可能證明咗曙光女神上邊係搭載咗仲未正式應用嘅脈衝引擎，呢種引擎可以令曙光女神嘅飛行速度達到6倍嘅音速。而另一個成日喺51區附近見到嘅飛行器叫做 TR-3A Black Manta， 佢係一個有一對蝙蝠翼咁樣形狀嘅隱形轟炸機或者係偵察機。曾經有報道話，美國已經多次喺波斯灣戰爭入邊用過佢，用嚟為鐳射誘導炸彈提供導引。仲有其他好多喺51區目擊到嘅飛行器，例如係隱形直升機同埋無人駕駛嘅飛機，依家美國空軍已經公布咗俾全世界知啦。呢份文件仲解答咗好多關於51區嘅常見嘅問題，同埋提供咗好多張51區嘅地圖噶。今集呢，我哋就講到呢度啦。咁呢份文件我會繼續同大家睇噶，嚟緊我亦都會揾更多 Deep Web 嘅文件同大家分享噶。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或者上 Facebook 俾個 like 啦。